向请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2月初2，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赶紧来关心国民党的蒋万安选调台北市长了后，伊立委的会即马爱补选。中选会已经宣布明年1月初8要补选，哪力即马拢想要抢倒来这个立委的席次。民进党已经正式定调吴怡农参选，若国民党这边传出昨暗成功可抗成功选调台北市议员的王宏利已经点头要代表国民党出来选，打算今仔日会正式对外宣布。台北市长当选人蒋万安选前是立委留落台北市第3选区立委，要伫明年1月初8补选，想要参选人相反一日今日完成登记。国民党传出希望做台北市议员王宏伟出来，不过伊昨早起表示，家己内心也是真丢毒，也在自我抗争当中。我很诚实的告诉大家，我目前还是不要的。我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不参选声明，然后我现在再去选。我觉得好丢脸。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前总统马英九、台北市长当选人蒋万安的劝言之下，王宏伟昨暗时伫媒体群组表示，无计个人恢复，国民党今日会宣布定召王宏伟参选。我们还在全党努力当中啊，那我们一定提出最能胜选的候选人。那我还是强调一句话：国民党要走对的路，替对的人团结胜选。另外，民进党人选代理党主席陈其迈正式定调中华台湾联名理事长吴怡农参战，吴农长已经完成登记参选。我这一次不会挂广告招牌，这一次不会插旗子，只谈政见，不做人身攻击，不抹黑。那希望大家能够看到的是一场正向的、良性的、精致的、政治的竞争。本来想要争取的市议员黄朝雄也表态力挺吴怡农，针对那亚这局台北市立委补选一局，对这摆参选议员的平台不利，怀疑有政治考虑。中选会主席李正勇好真济讲话讲上济，定这一局中选会已经说明真济摆路。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15595个本土病例，有53个人死亡。国内疫情已经渐渐稳定，所以对昨开始，互我嘛会当唔免挂嘴暗。严过年底有一寡大型的活动，指挥官王必胜是建议民众，就算伫户外人较侪所在，也是爱挂嘴暗较妥当。伊嘛表示会看疫情的变化，若是大家拢有做好自主防疫，无排除会继续放令嘴暗令。户外总算唔免挂嘴暗，初一拜四嘴暗令放令的头一天，多数民众出门的时阵也是惯习挂嘴暗，只有少数民众脱嘴暗，享受一个新鲜的空气。距离旁边没有人的话，最好就是可以有比较好的空气嘛。但还是会有点不习惯啦，但是总归有放宽都是一件好事嘛。针对外界质疑嘴暗令安怎无一摆解禁，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表示，目前除了新冠肺炎，也有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所以从分阶段放令，若大家自主防疫做得好，无排除加速开放嘴暗放令政策。随着来年底大型活动多，像新北耶诞城、跨年晚会等活动，虽然是伫复花，也不过也是建议民众挂嘴暗。新北市办的这个活动新北耶诞城这些人都蛮多，而且距离都蛮近的。那是建议戴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元旦农历春节要到，真侪台商可能返台过节。王必胜指出，最近中国疫情升悬，阁有3大疫区，包括广东、重庆甲北京。提醒当地就学就业的咱国民众，爱赶紧做疫苗，也建议长者加幼儿等去留族群，会当提前返台。在这个疫情起来的时候，那这个医疗资源都会有这个匮乏的情形，会有拥挤的状况。可能到时候会影响到自己的这个就医或者是取药这些相关的医疗资源的取得。那如果评估会有困难是不是提前返台？国内新冠本土疫情部分，初一拜四增加15595例本土病例，中重症122例，死亡有53例，疫情下降幅度真慢，甲顶礼拜同期比只降2.6%。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同齐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风偏强，各地沿海较快所在，澎湖、金门、马祖拢有强阵风。若这所在附近的海域风影嘛较大，乡亲若是挖近海墘就要细致。咱同齐来看云图。
今仔日东北风偏强，中部以北、东北部低温大约是18度，南台湾的低温是20度至21度。那日是北部、东半部感觉较凉冷，高温大约是23度至25度。中南部温度变化较无啥变化无大，高温大约是28度至31度。那落雨部分，伫这方面的北部、东半部同款会落雨。气象局早起有针对台北、新北、基隆、宜兰发布大雨特报。明仔载东北季风就会减少啊，天气会恢复稳定，温度嘛会回升，敢若剩大台北甲东北部会落雨。礼拜日到后礼拜日，阁有一波东北季风会来会增强，所以北部、东半部温度阁会下降，落雨机会嘛会变较悬。要提醒乡亲，对昨开始科技执法掠交通违规的点变侪咯，亲像是台北市就有增加20个点，台北桥附近伫昨早就掠到134件违规，另外伫新北、高雄和云林嘛拢有增加新的点，乡亲爱守规矩，才袂食红单。骑机车人贪方便，甲人行道当作车道直接行起来。尖峰时段，几落台机车超过双黄线，逆向违规抢通行，全部互人翕甲真清楚。就算无警方伫现场处理，罚单照常送上门。前端的设备以及 AI 辨识软体辨识到的违规案件，就会传输到我们的科技执法系统。科技执法局扩大12月7日正式实施，台北市各设20位地点，处地范围毋但是市民大道、民权东西路、甲新海路这交叉路口，就连台北桥、像水城机车站，拢用电眼掠违规，敢若一载处地至少134件。各路口依据事故噪音及常见违规态样，采行不同多功能交通违规项目进行取缔。统计启用首日至实施止，计取缔134件。毕竟路上还是蛮多不遵守规则的人吧，对啊，还是很多三宝，所以对于科技执法来说，我觉得不错，可以再多增加一点。有一个吹的，它的每一台都超速了，要合理啦，什么都可以就合理啦。新北市警方发现，为10月底到今嘛，伫中和中正甲板南路口违规案件将近8,000件，车辆行驶人行道，民众上接还违规热点，也有新增的中正甲新泰路口有将近7,000件，以违规停车上侪。伫这几位原来有增设科技执法设备。那我们今年择定了16处比较容易发生事故以及违规的路口来建置路口科技执法设备。路红灯车辆无停让行人等，拢是双北的处地重点。云林县甲高雄市也分别增设9位甲12位地点，加强科技执法。尽管每一个路口开发的项目设计拢无同，不过总讲一句，开车甲骑车守规矩，则袂大了钱。记者综合报道。那台北市昨昏开始嘛有新的规定，是规定讲所有的饮料店拢袂使使用一届就拼掉的塑胶杯啊。台北市的环保局昨昏嘛有随去稽查，大部分的店头拢有改，拢已经有配合，不过也是有发现一寡无照规定的店家，若是无伫时间来改善，上侪一届会当罚6000。一透早民众来买凉水，即间伫台北的连锁饮料店，初一开始未提供塑胶杯。贵店符合提供饮料杯都是可重复使用或纸杯，然后符合规定，谢谢你们的配合。台北环保局扩大减少用塑胶，推动专区饮料店禁止用只通用一届的塑胶杯，也包含讲家己较环保会当分解的 PL 材质的杯啊。有一寡店头虽然阁有库存的塑胶，也配合政策无搁再使用。过去用色水来分层，看起来真水的饮料，即马干那会当装入去纸杯仔内底。渐层的或有色彩的都看不到了。其实没有关系，其实重点还是味道，不是那个外观。台北市全台湾头一个禁止只通用一届的塑胶杯的县市，环保局是沟通真久，总算得到多数店家认同，超过90%的店头必会完成配合政策上路。所以我们就定了6个月的一个缓冲期，进行逐店的一个宣导。所以就是花很多时间去做沟通。对，基本上我们起码做了3轮的宣导。台北带头扩大减少用塑胶，环保署表示支持。原来什么时阵扩大到全国？环保署表示，为了降低冲击，需要时间。伊安尼拍算开2档的时间辅导，初步评估伫2024年年底，针对全国连锁业者先来实施。记者综合报道。感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
澎湖资讯报道，台积电伫苹果公司也有美国一寡客户要求之下，台积电伫美国亚利桑那州新设的晶圆厂，制定会对资本的5奈米提悬到4奈米。对此，台积电是也无要回应。来关心中国时报，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威尔演说的时，已经放出12月份会放慢升利息的卡步一个消息，这嘛鼓励咱台北股市伫昨昏开悬，台积电伫盘中是起到508块，嘛带动大盘起133点，收伫15012点，15000点的大关是徛到早的，嘛创下最近3个月以来的新高。来关心自由时报，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当选人营销眉传出涉嫌办食饭会去贿选，昨昏和台北地检署指挥调查局去约谈，有约谈伊和助理计共有5个人，依照贿选罪侦办。检方审问了后，营销眉无报请回，若伊姓杨的助理以15万交保。伊是面对媒体表示讲，这是选举的温婉，伊多谢检察官互伊去说明。嘛是9合一大选举的过程中，有一寡选务的问题。有立委即马就发现讲，有一寡选务单位伫投票迄一天，无主动互民众讲投票，因为即届较真正无法度出门去投票，安尼敢有影响因的投票权？即马有监察委员是主动申请调查，中选会有回应讲，因一定会配合调查。另外，花莲的玉里有候选人宣布退选，严格尾啊也是选调，伊若是无去就职，就爱定选。有人就咧问讲，奈袂使用第2关票的人来补，内政部长表示会先研究看卖，敢应该受罚。所以想问确认者不能投票，现在监委要调查，想问一下你这怎么回应？大选结束几日天，中选会主委李进勇初一随去立法院质询，向问到限制确诊者出门投票，恐惊已经影响到因的投票权，有监委申请调查，伊讲会全力配合。不过，这届选务的争议也唔拿这一件。我们选务人员可以问选民说：“你要不要领公投票？”这样子问并没有违反规定。选务单位去用指控讲，无主动分公投票，是问选民的意愿了后才会提供。有立委认为讲，这个举动已经涉及干扰选举，就算李进勇讲无违规，不过中选会讲法却是前后矛盾。我们在今年的投开票所工作人员手册那确实有规定，就是工作人员不得主动询问选举人的投票意愿。选务引起的争议是一层过一层。花莲县富里乡还有乡长的候选人，伫竞选的期间宣布退选，落尾手也是当选，不过伊是坚持要就职。按目前的规定，袂当由第2关票来补，也就是讲，伫12月25若无就职，3个月内都要搁补选。有立委就提出修法的建议。这开始已经特殊啦，这个我们以后在修选罢法的时候，可以把它列入相关的一个讨论的议题，看是不是在有很明确或怎么样状况之下，可不可以来法律规定来处理。这嘛这就是变一个法律漏洞。另外有电视台去互民众检举，讲因甲候选人的票数拍了唔对去，甚至也有涉嫌灌票的情形。NCC 表示已经接到5件开票的申诉，若是涉及违法，伫申请了后才会做处分。记者综合报道。那这届18岁公民权修改宪法这一案，因为同意票提无够多，并无通过。昨昏有立委召开公听会咧讨论，民间团体和学者拢认为讲，这届无通过有2个主要的原因，一个是宣传做无够，另外一个就是修改宪法的标准伤过悬。11月26日18岁公民权修宪案结果无通过，有民间团体甲学者认为，中选会等机关宣传无够是其中一个原因。透过多元媒体来宣导，像 LINE 或者是脸书广播的，还有像我们有印海报到每一个地方政府宣传的问题。怎么很多人到选前都还不知道，原来这一次有修宪案哦。甚至是拿到选票才发现，并不认为这件事情完全是中选会的责任。我们去拜会行政部门，得到的结果都是说，他们不便表示意见。可是这个很奇怪，立法院全票通过一件事情，行政部门为什么不能帮忙宣传？另外，修宪案的公民合决听书，除了同意票爱悬过无同意票，还要超过整体投票权人的一半。这摆同意票只有整体投票权人的29.35%，修宪的户定小过头悬，也真做焦点。修宪是目前各界认为有可能解决的办法之一。要求大法官对于修宪的门槛呢来进行判断是很困难。
可是呢，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在这一次的投票当中，有超过40万的中华民国国民，他的公民资格以及投票的权利被剥夺，那他们就有权来提起宪法诉讼。学者指出，外界认为会使由立法院提出释宪，但是这就要立法院有因为现行法律造成职权无法度施行才会使。学者认为，因为目前立法院确实有顺利提出宪法修正案，所以这条路可能行不通。记者郭本张水台北报道。国际新闻近来关心西班牙阁收到装炸弹邮包，目前一寡大使馆各个官员拢有收到，连美国驻马德里大使馆嘛有收到，目前已经收到6个。伫安全官员查查之下，炸弹邮包最后无发挥作用。炸弹专家12月7日拆除美国驻马德里大使馆的一个炸弹邮包，也是最近出现的第6个同款的物件。在1月30日，乌克兰驻西班牙大使馆收到报告，安全人员伫检查时阵引爆，手轻枪脑震动。西班牙当局咧强化维安，佮表示会继续支持乌克兰。El material es de fabricación casera, pero insisto en ello, prudencia. Lo digo con toda la prudencia. No creo que los hechos tengan entidad, al menos por el momento, como para hablar de convocar a la mesa de valoración. Y si utilizamos el término deflagración es porque el material pirotécnico incluido en los sobres lo que puede producir es una deflagración, no una explosión. En términos estrictos, una llama súbita. 12月7日，首都马德里市郊的空军基地，欧洲联盟卫生中心西班牙国防部甲30暗时东北部都市萨拉戈萨一间武器制造商拢收到炸弹邮包。西班牙将应付乌克兰1000多件是高空火箭发射器，就是这间武器制造商所进行的。 Світ починає визнавати, що це держава-терорист. 这个炸弹邮包出现在中国位置是寄予西班牙总理桑切斯，爱马德里当局开始强化公共建筑周边安全。这参加调查的人表示，这是体同款，好亲像是同一人家。西班牙科米亚斯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佩托罗德里格兹认为，这炸弹邮包是为引起上大关注，为救变节，佢相信这拢是来自个人的行动。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 那引起关注的，阁有中国最近是因为白纸运动，各地头拢有抗争。中央即马是加责任杀去地方，中央讲要追究地方清清彩彩着画红色的责任，所以即马包括重庆、北京啊，个广州，拢开始小可放令未解封。亲像广州海珠有剃头店恢复营业，一天就100人去剃头。另外，即马伫中国的台商是较烦恼，佫会临时临要着严格管制，所以已经赶紧提早想好应变措施。 上海地铁站附近小区有一个便利，竟然全小区实施封控，引起居民甲防疫人员起冲突。也因为中国长期封控清零，互上海这个所在发起反封控的白纸运动，也引起国际关心。即马官方也要追究地方随便封控。官媒最近也发现，刊载专家研究讲，Omicron的致病力已经大大降低。上海宣布7日0点开始解封24个高风险区，另外包括广州这个所在也拢开始未解封。解封啊，终于解封。 看到交通限制全面拍开，互广州民众真欢喜。有民众讲，这比过年更加欢喜。在这里感受一下热闹气氛啊！过年还开心。解封的第一件事情啊，先吃个好的吧。民众大家拢真欢喜，镜头看理发店，早工一天都120人来剃头毛，头家无应该袂去。心里很舒服，有收入，然后房租啊、水电费都不怕了。 心情特别开心。都今未解封，互民众疏忽自我健康控管。广州国医广州塔灯号提醒民众，每一个人拢是家己健康第一责任的人。中国官方7日公布，11月30日中国本土病例新增加35800例，这无简单未解封，各界烦恼严格封控是不是够发生？担心都一定有担心，但是我认为这个可能性非常少的。比例来说的话，这个封控的影响可能不到经济影响的10%。全面落实。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中国经济专家是建议当局应该采取精准防控，才当降低经济冲击。另外，河南郑州也宣布解封，袂阁限制社会清零。外界预测有利苹果 iPhone 的生产，嘛为苹果甲主要供应商富士康解套，优化正常的生产水准。记者综合报道。
嘛是在中国的政领导人江泽民过身，昨昏北京的天安门随降半旗。有学者即嘛是分析讲，中国最近因为防疫管控引起民怨，有白纸运动。即嘛习近平要安怎悼念江泽民，可能是习近平的难题。中国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11月30日在上海病逝。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会议进前，为江泽民默哀1分钟。北京天安门等等的所在，初一拢降半旗致哀。这个下世纪的政治人物，在主政的期间，对台湾的政策，包括港北店、文攻武吓、统一时间表等等的关键词。如果说他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呢，他必须要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江泽民任内，正式推动中国外交，加上美国总统华盛顿做伙推动中美战略同化关系，嘛为着家己的权力顾好条，积极提拔江派人马。尾啊，经过胡锦涛甲习近平执政了后，江派人马的势力都豆豆啊切落啊。原先江泽民时代的几个主要的上将啊，大概在胡的阶段就已经渐渐失势，然后到了习上来的时候，又把几位所谓的军老虎啊，还把他打掉了，所以这个江的势力现在在党跟这个军的部分呢，大概都已经清得差不多了。最近中国坚持防疫清零的政策，严格防控引起济民怨，中国各地发起白纸运动表达抗议。未来会安怎来悼念江泽民？学者分析，这会成做习近平真恶处理的难题。对习近平来说，那么江泽民呢死亡了，转移人们对这个白纸运动的关注。当大家在怀念一个比当下领导人好一点点的人的话呢，也就是间接的对当下领导人的一种否定。中国官方材料替江泽民举行追悼大会，各方媒体包括《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甲《光明日报》等等媒体头版，色水嘛拢统一用黑白来悼念江泽民，而且嘛按旧例，未邀请外国政府，干来由政党派代表来参加悼念。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俄罗斯外交部长表示，核武国家应该避免军事冲突。伊嘛批评西方的国家伫讨逼乌克兰要继续甲俄罗斯相战，嘛是因为这场战争战袂煞。瑞典的服装品牌 H&M 即马要伫俄罗斯的莫斯科要收单，要离开俄罗斯的市场。啊，那伫全世界，伊嘛裁员1500人。Президенты Путин и Байден в июне 2021 года подтвердили формулу,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ую Рейгана-Горбачева, о том, что ядерной войне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победителей, она никогда не должна быть развязана. 俄罗斯总统普京捌几啊摆对乌克兰发出特别的核威胁，也毋过俄国官员逐摆拢否认会动用核武。外长拉夫罗夫30日表示，核武国家之间应该极力避免任何军事冲突，就算动用传统武器也应该避免。以防经济相关失去控制，伊也阁反抗是西方国家，表示乌克兰继续对俄作战。И то, что наши западные коллеги вот от этой части формулы, о том, что не должно быть никакого военного столкновения. 快时尚成衣品牌 H&M 30日莫斯科结束4个月的清仓拍卖，正式退出俄罗斯市场，会将资产卖予当地也是全国国家的企业。H&M 今年第3季因为缩减伫俄罗斯的企业务损失2亿美金，30宣布应应通膨，全球裁员1500人，成做第一间开始裁员的欧洲大型小卖商。乌克兰战争进入第10个月，寒冬大雨、大雪加上摄氏0度以下气温，形成严重挑战。东部顿巴斯的前线乌克兰军人最近陆续收到风雨的迷彩寒天衫、甲鞋啊、裙底啊等补给。乌克兰驻西班牙大使馆30日接到一个炸弹邮包，造成1名军官受伤。了后有一间捌关注乌克兰武器公司也收到炸弹邮包，当地警方调恐怖攻击方向侦办。公司新闻是非常变热。来关心欧美国家即马禽流感当地大流行，而且是死亡率真悬的 H5N1。美国今年已经灭掉5248万只鸡鸭鸭，这个数字已经超过2015年的纪录。另外，伫南美洲的秘鲁甲厄瓜多嘛传出禽流感的灾情。位伫厄瓜多中部科托帕西省的这座饲鸡场防疫人员清装备为鸡仔身上出样本带回实验室检验，结果发现部分鸡仔感染高死亡率的 H5N1 病毒，也就是所谓的 A 型禽流感。
Para mantener controlado el brote, ayer ya emitimos el acuerdo ministerial 134, mediante el cual declaramos el estado de emergencia zoosanitaria en el territorio ecuatoriano. Durará 90 días. 伫这90天期限内，除了各家禽养殖场的禽鸟袂当出地，还佫至少有18万只家禽面临扑杀。南边的秘鲁禽流感疫情也真严重，规定咧提号伫海边仔飞加出大批死亡的动物。当局统计，大约有1万只的提号死伫 H5N1 禽流感加上其他禽鸟类总数达到13800多只。北美的疫情佫较严重，在新杂志上新的报道，今年以来已经有46个州传出 H5N1 病例，死亡的禽鸟类总数达到5248万只，超过2015年的纪录。迄当时的病毒株是 H5N2 加 H5N8，有21个州的5050万只禽鸟死亡。今年毋但是死亡病例佫较侪，范围也佫较扩大。禽流感疫情毋但造成公共卫生危机，也互特别来临的耶诞节暗淡。欧美国家流行伫耶诞节食火鸡大餐，规家伙享受团圆的气氛。毋过除了美国疫情严重，英国也因为这波禽流感被迫扑杀超过100万只的火鸡。那英国当年火鸡产量有850万至900万只，显示这摆的禽流感影响年节庆祝也冲击农民生活。公司新闻自家人编译。今仔日国际上也有啥物大代志？加详请咱同齐来看世界。法国总统马克龙去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甲美国总统拜登举办会谈，双方嘛发表联合声明，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嘛强调美国和法国会共同合作，并对中国和俄罗斯挑战。继续关心今年伫美国的期中选举顺利连任的台的民主党的众议员刘文平选调众议院的民主党团的副主席，这是正做美国史上头一个做这个职务的亚裔人士。来关心，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智库上新的统计，有比拼全世界172个城市的生活成本，纽约甲新加坡排第一悬，这是纽约市头一摆排第一，若称在排伫头前的新加坡是10年来第8届排第一啦。镜头转来，咱国来关心全国高中机械比赛进行过外关，商业类的中餐科主席考试学科的测验，煞去用到旧年的题目。教育部的国教署伫昨昏有成立专案小组，要检讨哪会突锤。即嘛决议讲后摆共一种这类的考题，上无爱有2个出题目的老师。参加全国机械竞赛，高中生除了考试科，也有学科笔试，有考生向地位往返路进行。在去月2到这考完的中餐组这类的学科题目，甲旧年是拢同款。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么离谱的情况？从出题老师到承办中餐车的这个新北市教育局，再到主办单位的教育部国教署，完全都没有发现我们出了一模一样的考卷吗？教育部国教署组成专案小组开会，因为中餐考近1年来拢是一个人出题，今年甲旧年更多是同一个老师，所以才顾求旧年的档案。教育部长潘文忠表示，教育部尊重新北市教育局决议，有愿用这种考卷的成绩纳入整体来算，不过用到旧年的试题是真大错误。我也觉得这个是一个还蛮大的错误，因为教育部虽然是全国的，但是每年他们都有县市做轮办。那轮办的承办县市，他们做的这个决定，我们一定要先了解他们整体的考量是什么。这项今年商业类学生机的竞赛，新北市三重埔上港表示，委员会决议是考虑对所有选手影响同款，而且考虑也有适合考试。未来竞赛委员会将会针对此一疏失，再做深刻检讨，以免类似情势再度发生。专案小组会议决定，针对5大类的机械竞赛设复习机制，命题老师每科只有1个人，至少是2人以上。商业类餐饮服务这种也传出成绩算唔着去，地所无法度颁奖。教育部表示，已经组成专案小组协助承办单位新北市教育局调查清楚正确的名次了后，各定公告。记者综合报道。桃园的警方伫一间人家厝抓到职业狗场，在跋筊的人客内底，佫有一个是警察，这是台北市刑警大队的警察。这个姓蔡的警察是正讲，伊是去收集证据，毋是去跋筊。也毋过伊并无大声报备，所以即马爱接受调查。为了闪避监视器，桃园市警察局侦缉小组甲罗德分局警员，秘伫草埔仔树站埋伏。
但缴客组织30名警力到进攻5000路上一个偏僻民家厝，查获43岁世代查甫人，经营的天九牌职业大搅场。全案于调查完毕后，陈姓男子及工作人员共4人，依赌博罪嫌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另64名赌客则依社会秩序维护法进行裁处。唐警方除了查扣缴区天九牌缴资97000外块甲20万外块的扣利啊，另外伫现场清查缴客身份的时阵，发现台北市刑大生出来的警察组也伫缴场内。虽然伊讲家己是到场查案，也毋过警方为了谨慎，先将伊以社违法裁处，佮交予台北市警方领回调查。蔡姓侦查所未事先报备及前往该址查布线，为征收过程。及遭桃园警方查获，本局尊重桃园警方依法裁处蔡元涉违法部分。北市刑大表示，细川警察组是前往查案，初步了解无涉及跋筊等不法代志，也毋过伊到缴场进前无主动通报，进前爆发检警出伫地下会队主嫌的招待所引起经济问题。警政署长吴明昭才要求检察，即马桃园警方扫动乌帮天九牌缴场，刷抓到家己人，敢是有违反警纪，也等待进一步的追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美国和日本即马有同齐研发一款新治疗失智症、阿兹海默症的药啊。在进行第3期临床试验了后，发现讲，尤其有咧行、有要挖三成的患者，拢真有袂歹的效果。这嘛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一款针对阿兹海默症有积极治疗效果的药啊。不过这款药啊有脑出血的副作用，所以后续还佫继续测试和评估。阿兹海默症病患提林是美国北京甲日本卫彩联合开发的抗阿兹海默症实验性药物，受试者伫第3期临床试验完整报告出来，显示会当适度的减慢阿兹海默症早期患者的认知能力衰退速度。伫临床实地评估量表中，发现认知功能退化数据降27%。A long death. Anything that can delay it or give me hope, yeah, that's a bit of a no-brainer, isn't it? Do you want it or don't you want it? 这款药物虽然有效果，却有危险的副作用风险。1795位50至90岁受试者中，有17.3%有脑出血现象，6.9%因为不良事件终止试验，安慰制作1.7%脑水肿，9%大脑未出血，甚至还有2个人试验过程中死亡。这类药物带予患者希望，也毋过也为咱人的生活带来偌济影响，煞也唔知影。The people will remain stable at their current level of function for a longer period of time, maybe 6 months, up to 12 months. And for people who are planning their life and dealing with day-to-day activities, this could be a very meaningful postponement of. It is going to be a costly drug. I would guess it's also going to be costly to administer because you have to do the safety monitoring and all that sort of stuff. 阿兹海默症是神经退化性疾病，占失智症患者5至7成比例。全球目前有约5000万名阿兹海默症的患者，不过相关药物开发多数以失败收场。这项突破性结果引起医学界高度关注。阿兹海默症协会呼吁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核准加速批准的申请。不过，这种药物无法度缓解阿兹海默症，多方面的考量之下，爱认清现实，实际投入治疗，犹原有一段长路要行。公司新闻黄伟良编译。那台中是有一个查甫人，两骨是歪甲真食力，已经影响伊日常的生活。伊是接受全国头一届使用 AR 扩增实境技术的手术，开刀开甲真成功。医疗团队伫昨昏嘛发表这项医疗成果。自在行路展现出自信，无人看会出来。28岁蔡小姐就伫咧1个月之前，也阁是一位两骨弯翘角度达到58度的患者。因为小学5年开始就深深受到困扰，今年10月决定接受全国头一个利用 AR 扩增实境技术的矫正手术。目前术后恢复真好，身高也阁增加3.7公分。角度是58度，快60度。那因为以我这个年纪，就是每年会再继续弯1度。杨医师就说，那现在有最新的就是 AR 的技术，有跟我做这种介绍，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台中民众伫咧手术当中使用 AR 目镜，互两骨周边的动脉器官全部精准动态呈现伫咧开刀医师的眼前。毋但是拍电话更较准，
整体手术的时间更加为12点钟大幅缩短到3点钟，有效降低手术的风险。之前你都不敢那么有信心的去做这个手术，所以我们要一边做一边照X 光片。以我们最早开始在台中总做脊椎手术的话，一台刀要一整天，从早上8点到开到晚上8点。那像我们这位蔡小姐，她我们早上进去，我们手术时间大概就缩短成为3个半小时。差很多。蔡小姐目前龙骨弯曲的角度已经恢复到10度以内，就差不多是正常人的状态。AR 科技愈来愈发达，台湾头一届运用伫咧医疗手术顶悬，提供患者就医的新选择，也推升医疗技术到新的阶段。记者台中报道。有真侪人拢会感觉目睭惊光，目睭会较大较涩，有这症头。那英总即马有发表一款用脉冲光来治疗目睭大这款症头，而且效果袂歹，咱嘛同齐来了解。柯小姐一段过程，因为颈发型、大眼睛等问题严重影响生活。我的眼睛严重的畏光，要在家的时候要戴太阳眼镜啊，像这种有白光的电视，我完全没有办法。因为畏光等等镜头，柯小姐接受脉冲光等方式治疗，畏光减少70%。医师表示，一般治疗3届后会有明显效果。国外的研究呢，他们分析这个长期的效果是到9个月，那我们自己台北荣总的话是分析是到12个月。那我的病人大概有20%会需要在第2年的时候再做一次，对，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需要。医师表示，大眼睛是多管阴性疾病，严重会影响视力。有研究发现讲，好发年纪有对老大人降到30多岁，推荐观影时使用3C 产品。医师嘛表示，这种脉冲光治疗副作用少，不过嘛建议民众避免用眼过度，规律生活，会当减少大眼睛的发生。记者电报立开台北采访报道。文化新简介，咱赶紧来看，伫今年金马奖摕到最佳动画底片的《热带雨感》，是用传统古早工艺结合动画，导演用好新的角度来讨论世界文化。导演是少年家张启典，伊的厝内就是开传统的古早店，伊和伊的阿姊传承古早的技术，再个来创新，即马互古早有新的生命和新的艺术性。明仔载暗公司台记台青春咱来帮节目带乡亲，咱同齐来看。这个嘞 ，rocker 对不对？可是你可以透过你的美术的这个基底，然后去把你未来很想要做的事情，先把它画出来，这样子。三重高中美术班的教室内底，纸人排规排，讲师张婉莹甲詹玉竹，功课是讲甲真认真。这是学校甲新兴古早文化合作的测点工作坊，要培养学生多元的视野，嘛希望学生了解本土艺术的历史。那个改变不是说要多颠覆传统，只是说让现在的小朋友更容易接触到，更容易觉得感觉有兴趣安尼。我觉得这是我们做推广最大主要的目的。伫新庄市区有120多年历史的古早店，店面无概括，内底常常拢是古早甲相关的工具。第4代张婉莹甲因小弟张启典，甲因阿祖传落来古早店接起来，除了传统，嘛会做创新，改变民众对古早文化禁忌的距离。也让张启典阁甲这个工艺带去入金马奖的舞台。用要3年的时间，张启典结合西方红仔动画技术，创作出热带雨感特价动画，用好新的视角来探讨世界文化。这个作品嘛得到这一届金马奖最佳动画底片的肯定，用传统加上创意，和台湾的民俗有无同的风貌。我就结合一些西方那种动画的技术结构这样子，然后混合了一些这种传统的古早的技法这样啊，所以那些传统的古早的那些就可以借由这些骨架来去做表演这样那样。一张纸，一支竹篾仔，古纸毋但是用伫咧爽的，描绘活动甚至是办喜事，嘛会当看到古纸。其实古纸嘛是有做一寡喜事的代志，这个观念嘛是阮想要甲一般的民众，互因较了解这个文化，也是这个工艺。突破传统会有压力，伊嘛要怀疑家己。毋过，即嘛对古早文化有理解的人愈来愈多，
嘛互因更较有动力向前行，继续延续古早精彩的故事。记者罗敏祖、吴维修新北报道。若有一阵对全台湾各地头的来的高中生和大学生，这学生囡仔因是发起台语早计划，这少年家用台语文来讨论因有兴趣的主题和社会议题，伊嘛会办活动，要来推广台湾语言文化。大家好，阮是台语早。影片真简单，无厉害特效，少年人对观众小解Me Too事件，推广的是台语。对阮这辈的人来讲，台语是一个老岁仔在讲，阿公阿嬷在讲的语言，所以阮想要用 IG、FB 甲大家讲台语是其实嘛是在足时尚的，开始台语嘛是在讲潮流的。考生号是108考纲第1届学生，台语早本地只是伊2年前的自主学习计划，后来刷吸引真侪有同款想法的学生加入。团队目前有100外个来自无同所在、无同科系高中生加大学生，伫 FB 加 IG 顶悬甲大家讲台语，用台语文讨论少年人的话题加社会当咧发生的新闻。另外，因嘛出外景录影，和其他青年团体合作，用台语小解地方的历史文化。今仔日为虾米是你甲我介绍啊？哦，因为阮敢若我会晓讲台语尔。你看起来有一点仔紧张呢。哦，无啦。虽然讲了紧张，无啥练长，但是100外个人内底总是有较高讲的。团队内底嘛成立班男语检定培训班，互相帮忙，做伙进步。互能力较好的学生啊，嘛有讲台语的机会，嘛有教台语的机会。互能力无较好的学生啊，有学台语的机会。成立伫疫情时代，台语早一直以线顶为主，不过因按算伫每年举办实体营队活动，互国小甲国中生参加，做伙伫浸水式的语言环境当中，甲母语捡回来。记者林书豪、谢桂林综合报道。讲食甲老学甲老真正有影。伫越南就有一阵阿嬷食老时间坐英营，因着逐礼拜去上免钱的英语课来度时间。即阵阿嬷虽讲有岁啊，对英语嘛真青分真青疏，也毋过因认真学拍拼练习。即马即阵阿嬷一定会当进行生活对话，而且会晓唱英语歌。Glass。单词念到这边愈熟，越南首都河内这个阿嬷年纪真侪岁啊，毋过英语讲甲下叫。My name's Lộc, never to learn English. 伫月80岁黄世乐每礼拜二准时到英语课报道，甲一阵同年纪的同学真欢喜学英语。上课的教师是年纪敢若30岁的方世仁，伊4年前为着互老大人有一个所在会当做伙学习，决定开设免费的研发英语课。伊甲志工团队带一阵老龄阿嬷学发音、记单词，目前已经有200个老年学生。Ở cái lớp tiếng Anh của người lớn tuổi này thì các bác thực sự đã cố gắng rất là nhiều, đã nỗ lực rất là nhiều để có thể có được cái ngày hôm nay. Ít nhất các bác cũng đã có cho mình một cái vốn từ vựng nhất định và có thể dùng tiếng Anh có thể ứng dụng trong hàng ngày. 当然，学外语对老大人来讲毋是遐尼简单。黄世乐较早毋捌学过英语，发音对伊来讲真困难，嘛捌真识字，毋過伊无放棄。即馬已經進步到會當聽捌孫仔伫講嘅部分英語。Các bác lớn ấy thì cũng nên cố gắng học, bởi vì học cái thứ nhất là nó không trì trệ cái óc của mình và nó luôn luôn hoạt động. Thế cho nên cái đầu óc của mình đã hoạt động thì nó không bị lẫn rồi không bị đi vào đường này đi ra đường này đi đường kia. 黃世樂毋是烏白講的，一寡研究顯示，學習語言對老年人維持甲增強認知能力真有幫助。因學耍做伙唱歌交流，也會當減少孤單。透過學英語，這陣阿嬷互家己的樂齡生活更加豐富，嘛更加精彩。公視新聞徐婉玲編譯。天氣報道者，當即來關心今仔日各地頭的溫度。北部的溫度上低18度，上懸22度。中部的溫度上低18度，上懸26度。南部的溫度上低18度，上懸是31度。
东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7度。外岛12度至23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载起9点，咱再会。